各位馬迷早晨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日沙田10場賽事，等我同大家詳細分析下心水馬匹。第一場4班草地2000，4號勁大威猛，潘明輝執韁，上仗末段快時間，負磅輕跑長途特別作數。2號風火行雲，潘頓騎，近兩仗評分紅字，表現好穩定。5號妙算奇勝，霍宏星騎熟咗，近期表現越嚟越好。11號小飛俠，艾杜拿騎，末段爆發力強，隨時後上殺入嚟。第二場2班草地1201號舉步生風，布文騎，上仗末段快時間，勝出率全場最高。3號進跑得，霍宏星減磅後，短途威力更強。4號狀元及第，告東尼馬房出品，一向夠穩陣。7號星際快車，蔡約翰訓練，冷門位置值得搏下。第三場4班草地1212號天下寵兒，田泰安騎，上仗兩段快時間，班尼有得爭。6號快活英雄，湯普新騎，負磅輕機動性強，特別要留意10號寶駿，梁家俊騎，評分開始回升。3號海陸寶，姚本輝馬房，減磅後表現應該會再好啲。第4場4班草地1024號笑喜喜，潘頓騎，上仗末段快時間，勝出率幾好。11號特別美麗，羅富全馬房，一向夠穩陣。3號智勝攻略，廖康明訓練，有機會爭位。12號天外迎天，田泰安騎，兩段快時間表現突出。第5場級制賽草地1006，重點推介12號陽光勇士，周俊樂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單利評分高，賠率好吸引。1號永遠美麗，艾少禮騎，長途表現穩定。5號安晴，蔡約翰馬房，人馬合拍。4號禪聖輝煌，布文騎，評分高企有力一爭。第6場3班草地1000，1號馬力，蔡明少騎，短途實力超班，勝出率超過30%。5號超力量，潘頓騎，負磅輕機動性強。11號線路迎樂，田泰安騎，兩段快時間。4號年年有型，布文騎，冷門可以諗諗。第7場級制賽草地1002，3號驕陽明區，布文騎，兩段快時間，短途實力強橫。1號嘉英高升，潘頓騎，勝出率幾好。6號合夥奔馳，奧爾文騎，表現夠穩陣。7號華麗再勝，艾少禮騎，有機會爭位。第8場4班草地1004， 3號南區之星，艾少禮騎，末段快時間。5號勁沙塵，霍宏星騎，兩段快時間。冷門可以諗下12號快樂老窩，潘明輝騎。1號川河首區，布文騎，方家柏訓練。第9場3班草地1002， 5號跨境寶馬，布文騎，勝出率超過30%，大熱之選。2號飲杯，田泰安騎，末段快時間。7號風再起時，梁家俊騎，夠晒穩陣。10號龍之光，蔡明少騎，呂健威訓練。第10場3班草地1004， 8號不同世界，潘頓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單利有機會贏。5號鐵金剛，艾杜拿騎，蔡約翰馬房夠穩陣。1號信心星，金城剛騎，方家柏訓練。4號朝朝醒，巴道騎，冷門可以搏下。總結今日賽事，我最睇好第6場1號馬力同第9場5號跨境寶馬，兩匹都係大熱門，勝出率超過30%。冷門可以諗下第3場10號寶駿同第8場12號快樂老窩。特別推介第5場12號陽光勇士，周俊樂騎，兩段快時間，單利評分高，賠率真係好吸引。記住投注要量力而為。我係白切雞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